文成公主入藏时间在唐史方面记载的是公元640年10月，噶尔东真入唐兴化。自治通鉴里边就记载丙时吐蕃的藏卜派噶尔东真带着金5000两及珍耳数百以请还。然后布达拉宫呢是在公元631年开始修建的。大家好，我叫巴青万家。今天呢，我会全面介绍一下布达拉宫。这个布达拉宫游客最多的时候呢，有一天就有9000多个人，9000多个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个布达拉宫的承受抗压能力啊。我给大家开个玩笑说，布达拉宫心想你们都来吧，你们都来吧，是吧？布达拉宫的这个修建年代，1961年被正式纳入了这个全国文物保护当中然后1994年正式被列入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World Cultural Heritage。布达拉宫在藏语里边叫日沃城真。布达拉宫和普陀拉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当时这个相传在古印度的时候，南部的这个普陀山，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讲经说法布道的地方。然后呢，修建这个布达拉宫的人呢，是按照这个观音菩萨讲经说法布道来这个布局修建的。因此呢，人们布达拉宫称为是观世音菩萨的第2个驻地。布达拉宫呢是从这个公元7世纪吐蕃藏卜第33代藏卜松赞干布开始修建，然后到了这个公元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阿拉萨家族的时候呢，开始扩建。到了这个公元20世纪13世达赖喇嘛都在亚瑟时候呢修建完成。总共呢，布达拉宫年龄从公元631年开始修建，到距今为止已经有1391年的历史。现在在布达拉宫，最早的建筑是帕布拉冈，也就是圣观音殿和法王修行洞薛界这部是最早的建筑。除了他们2个以外呢，第2个年代最久的是日追康。日追康后面也会讲起一些日追康的故事。